係咁貓流血啦。唉，天氣乾燥，搽咗 cream 一陣間又痕過。冬天雙腳痕癢，再加上血流受阻可大可小噶，用特強喜療妥啦。冬天血管容易收窄，皮膚唔夠養分，雙腳特別易痕，多啲用特強喜療妥，按摩小腿同腳眼周圍，血液循環好翻，雙腳舒服翻晒。哇，好得喎！梗係啦，冬天用特強喜療妥，青筋痕癢即刻搞妥。哇，好凍咩？腳震喎。翻工成日企，以前就冇乜護理喎，冬天對腳啊痛上加痛，仲好易抽筋添啊！吓，咁你就要用特強喜療妥啦。冬天血液循環差，職業性腳痛好易惡化，早晚用特強喜療妥按摩，促進血液循環，再用毛巾熱敷，藥力加速滲透，冬天腳痛冇有怕。哇，好抱喎！梗係啦，冬天用特強喜療妥，抽筋腳痛即刻搞妥。哎呀，你做咩喺度打自己啊？後生嗰陣挨壞咗咯，天氣一凍咧，雙腳又冤又墜，好痛啊！冬天腳痛好易惡化噶，用特強喜療妥啦。冬天血流較慢，雙腳冰冷，冤痛更加嚴重，要多啲用特強喜療妥帶動血液循環，再按摩足三里同承山穴，加倍舒緩腳痛，人都精神啲啦。哇，咁使得！梗係啦，冬天用特強喜療妥，冤痛腳墜即刻搞妥。